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顶礼拜台中市政府验出大肠的假新肉片有300种，不过行政院甲食药署送验的检本却拢无验出来。在中央和地方的讲法无共款，互人三无涨。那台中市府是强调讲，因3项检体拢总验2届，检验拢有300种。目前已经有收到大肠申请复检，4日内会有结果。台中市政府验出大肠的假新肉片含300种西布特罗，测试下中记者会讲，送验的45项样本拢无验出来。结果是药署进一步表示，送验的3件甲台中市政府所检验的是同一批、同一个来源场，也甲屠宰场，分切甲包装的产品嘛拢无验出来。以这个方法来进行21项乙型受体素的检验，那这21项乙型受体素也包含了西布特罗，那我们的检验结果是都没有检出。不过，台中市政府早一步召开记者会，公布检验图谱，公务组确实有验出含0.002 ppm 的西布特罗。地性离子跟定量离子的一个比值也落在这个范围之内，两者都落在这里头。好，那我们就确认了，它确实是含有西布特罗。食安署表示，伫检验300种西布特罗的时阵，确实明显出现有较悬，强调依照卫福部食品中动物用药残留量的公告甲建议检验方法，所以对同一批肉品3项检体拢各做2届，拢总抽验6届，拢有出现无正常的情形，因为市民有知影的权利，所以才对外公布。我们没办法确定这样子验出这个瘦肉精的异常，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所以基于保护消费者、保护市民健康的权益，所以我们必须及时的公布这个异常的情况。台中市政府嘛否认实验室甲检验标准品有污染到，会配合中央的要求，甲原检体送交食药署检验。中央原来搁再强调，目前确认排除伫台过程调查污染。屠宰排场的猪，采样人员都有在监督，然后整个屠宰完消毒，整个消毒完之后，下午再屠宰其他场的猪。台糖已经向台中市政府提出复验申请，一定4天就会有结果。因为300种的议案还未查清楚，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宣布，预防性的甲共品项的假新肉拢先落来。台北市卫生局初5嘛去台糖台北营业所这单位稽查，相关的商品拢已经先落来，所以无发现问题产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下晡是头一届主持政党协商，讨论立法院新会期开机的时间。为着要让新的立委有更较侪准备的时间，各党团是同意讲决定2月20才来开机。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了后，初5主持第1场政党协商，讨论新会期什么时阵开机。那六个党团头一摆正定交手，民进党团总调不过从进前画出倒一个行业拖到2月底才开工。党团拢认同上紧初6上换16开机，引起关注。国民党团总调鲍昆基表态支持，对16开机无意见，也不过爱考量敢是和技术人员年假加班。要明天开议，我们也没问题，只是立法院可以准备好吗？我想在国会的议事是有一个国会的光荣跟尊严，很多事情大家必须准备好了再讲清楚。接下来我们还有2天嘛，工作的时间。那过完年回来以后，还有1天的准备，所以我们觉得2月16号开议，在2个因素相互平衡折中的情况之下，似乎是一个比较可采的方案。那我认为是不是大家可以折中一下，就20号，大概差不多几天啦。我们要让新科立委有好好的准备时间。谢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本届新科议会较侪，爱搁较侪时间准备提出20开机，交予议长才是。韩国瑜表示，予员工加休困，调解协商同意20开机，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前2天就要报道，要印资料。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也能够充分的休息，度过年假。我想我们就折中在2月20号开议。各位党团伙伴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吧？
立法院是会期，民众党提出高大领袖23个优先法案，有国会改革、司法改革、媒体改革、基础政治、劳工权益保护法等，针对保护关税罪、吹哨者保护法，不过充指出，国民党立委有表达修法共识。国民党洪明凯表示，党团伫新会期聚焦债务违反法是案议题等。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表示，党团会甲行政院讨论决定优先法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头早暗会较凉冷。咱来看温度。东北季风继续影响台湾，今仔日这方面，北部、东北部甲中部的山区会落地渐好，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好天。温度方面，北台湾低温14度到15度，高温是17度到19度。中南部甲台东高温平均有25度，上热会升到27度，早暗温差会较大。若明仔载开始，冷空气会变搁较强，水汽嘛会变高，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而且一直寒到新正青衫，提醒观众朋友要爱穿好少。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接受访问，讲今年若选调总统，会搁再甲中国的商品加扣关税，这税率可能会超过60%。若访问到中国拍台湾，美国敢会协助台湾呢 ？Trump 是无回答，无愿意表态。再来看中国时报，4年一届的病医评鉴，本地去年底就爱公布北区甲台北区医学中心评鉴结果。不过，社团讲因为分数伤晚，为福报超未平，才拖到今仔日才要公布。有风声讲北区会增加2间医学中心，引起医界不满。再来看自由时报，有诈骗集团偷用悠游卡公司的商标，开面册卖奖页，卖一款有悠游卡功能手机。民众收到商品，才发现讲是假的，被应急。去年因有报警察，不过因为是境外网站，煞抓袂到嫌犯。前几天台铁数字机车处新自强号驶经过台东金轮的时，雄雄自动打动停落来。警方调查发现是一个28岁查甫人，因为家己困过头，袂赴落车，伊就去甲车长咧用的打动开关变落来。这款行为相当会当罚100万。这个画面会当看到徛伫车门边穿乌色外套的查甫人，顺手揪车长开关，历史代替第422处新自强号紧急停车。警方将按查甫人的身份通知伊到案说明。这个谢姓的行为人他说因为睡过头，来不及下车，一时情急之下就把车厢之间的那个车掌阀来转动。本案我们在调查以后，将依据铁路法68之1条来移送给交通部裁处。根据了解，这个28岁姓谢的查甫人是高雄人，住伫台东。迄天为地上要去台东的病院会诊，结果坐过头到金轮站一个吊机想要落车，就直接揪车长的开关，想要通知列车长，唔知会造成列车规个停落来。专案调查了后，移送交通部裁处，依法相当会罚代票100万。毕竟这个车长罚。他的处置要立即性枷锁这个动作会不会影响到时候我们如果在遇到危害的时候会造成这个处置的一个延误，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个评估。杨顺安表示，车长开关是拄到紧急状况时阵，列车长用来紧急停车使用，为了操作的效率，所以无锁起来，后续会阁做评估。同款危险的还阁有新得这个查甫人。列车一个停落来，查甫人爬落月台，赶随身的行李随便窜过铁轨路。这件代志发生伫台湾之线樱花车站，互人看到体紧张。本所迄今未接获相关报案，全案警方依影片内容调查行为人身份后，依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3项，函予主管机关交通部铁道局采访。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搁再呼吁，铁路列车高速行驶，禁止民众下过铁轨路，以免违法甲发生行车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路南彰化路段昨发生7台车弄撞火车祸，有2台车是放夹伫中，拢已经冒气变形啊。其中一个驾驶送去病院嘛救无转来，这场车祸嘛造成后壁塌车塌7公里长。
行车记录器翕到车辆行驶伫国道，也毋过外边车道的动货车技术无注意路况，往头前对撞一台旅行车，所落来车辆也往头前撞，绿道大架也清除灰青。救援人员协助赶去现场，将2名受伤的人救出来，其中白色旅行车驾驶无生命体伤，抢救了后宣告死亡。因为他可能已经夹在车内比较久，所以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半身都呈现一些发汗啊、窒息的情况。代志发生伫车高中道，国道1号路南197公里的中华路段，在来大货车甲4台小型车拢做一堆，其中2台轿车防急性废气，警车出动破坏器材，也毋过车体扭曲严重，救援困难。2台小客车内部有人受困，然后1台比较严重，1台也是半毁这样。那我们是目前就是去成功将人拉出后，目前有1名欧卡的患者。根据警方调查，迄当时中华交流道车流量大，外侧车道出现塞车，车拢放慢速度，也毋过大货车技术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况，失控往头前对撞。撞击停整在辅助车道一部自小客，还有一部自小客货及大货车。再撞击内侧车道之一部小自客车肇事。这个事故也造成后壁车流达7公里，警方也赶紧出动，将车流引导到北面道路。状况伫下昼1点排除，那确实事发原因也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美洲的智利即阵是热人，中部火烧山已经烧几纳万公顷的土地。几纳千栋的人家厝拢烧了了，目前已经有712个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总统是宣布讲全国哀悼2天。为空中画面显示，智利中部沿海都市维涅马尔被烧甲乌麻麻，不止真侪厝烧了了，路边的车也烧甲积存架，灾民等于正做平地家园，唔敢相信一切拢乌有去。Esta era cocina, tenía mi lavadora también acá. Este era baño, se cuelga la ducha, aquí estaba la taza del baño. Acá era una habitación. 这灾民个心痛发现，隔壁厝边卖辅导生已经后悔休息。Acá tengo vecinas que murieron calcinadas y los cuerpos se los estaban comiendo los perros. Que nosotros, que yo no estudié para eso, que no tengo tampoco el coraje, tuve que tener el coraje de pescar a mi vecina calcinada y taparla para que los perros dejaran de comérsela, hermano. 多是昨天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车子熊熊爆发森林野火，火势伫40度高温甲强风作用之下，拖烧到太平洋沿海维涅马尔等观光大城，为各地来度假游客也遭到波及。目前死亡人数依然在千悬，当局除了呼吁民众避免去灾区，也紧急设置临时医护站，调动医学院学生去支援。智利总统拜祭顺势灾区了后，宣布初5开始全国哀悼2天。Quiero comunicarles que he decretado duelo nacional por 2 días a contar de mañana lunes 5 de febrero, porque es Chile entero el que sufre y llora a nuestros muertos. 这是智利过去10年以来上严重的森林野火，有关当局表示，有161个导火点，其中100已经得到控制，不过几天落来，至少已经烧害4万多公顷的土地，几千栋厝被火烧掉，或者是受损，除了下令宵禁加紧急状态。智利总统表示，会派更较侪军队来救灾。公司新闻在回面朋友。这礼拜就要过年啊！中国迄边预估新正年头，全中国辖区交通运输会到90亿人次，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不过，这几日受到天气的影响，会落雪佮大雾，造成真侪高铁慢滚，飞行机停飞，就连高速公路嘛管制袂当行。一年一变的中国春运，互人讲是地球表面上大规模的人类迁徙。今年春运的时间是1月26号到3月5号，40天的时间。官方估计有91人次移动。中国铁路伫咧春运第10天，运输旅客达到1280万人次，增加1306列次的列车来应付。国铁北京局还有武汉局等集团公司的各大车站都延长了营业时间，来供列车晚点的旅客来等候。同时呢，也安排专人在候车区做好咨询等服务。
不过春运期间，中国的华中加华东真侪所在遭拄到大范围的雨势冰冻天气。中央气象台发暴雪、大风、冰冻加大雾4种预警。全国有1665个公路收费站关起来，真侪列出的高铁加飞机停驶停飞。武汉铁路也因为铁轨路结冰的情形真严重，派上千人早暗伫咧清。香港媒体形容，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春运拄到当天上复杂的雨势冰冻天气。2000多名工作人员对接触网、线路还有道岔等这些设备呢，24小时进行扫冰除雪，还有望远镜等等这些设备来动态观测网点的运行状态。滨州铁路局用阿华山积云仪望远镜来监测铁路的情形，确保样细装置加变电站的加热系统未受影响。天气冷也可用来发电加供应暖气的煤炭需求增加。中国铁路太原局也加开重型的列车载送煤炭。中央气象台估计，自5号暗时到7号，南方地区会有新一波的雨势冰冻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去予中国以间谍罪判死刑，原期2年执行。中国外交部讲，因是依法来审理，不过澳洲是强烈反弹，调见中国的大使表达抗议。有学者认为讲，这项判决会予两国的关系变更较歹。和中国关押超过5年，澳洲的华裔作家杨恒军5号和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间谍罪，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伊个人所有的财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杨军的各项诉讼权利，尊重并落实了澳方探视、获得通知等领事权，安排澳方旁听了案件宣判。杨恒军本名杨军，捌伫中国外交部工作。1999年移民澳洲，以作家的身份伫咧海外活动，直接发表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言论。2019年1月，伊甲伊的牵手后生到广州看戏的家人，伫咧机场被拘留1直到即马。拘留期间，杨恒军的身体无啥好，伊担心家己可能会死伫咧监狱内面。澳洲的外交部对这项判决感到真震惊，并且讲就澳洲政府的理解，若是2年内无再犯严重的罪行，杨恒军会被转至无期徒刑。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appalled at this outcome. We will be communicating our response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s a first step, I have directed my secretary to summon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to express our objection.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relationship can improve if one party is committing act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gainst another. And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 real setback on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澳洲地国学者认为，这项判决为中国双边关系造成影响，并且会继续一段时间。因为判决让人看出中国制度的无透明性，一个对外国政府加公民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完全拢无关心。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英国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讲国王查尔斯3世经一阵检查确定着癌，目前等咧治疗，会暂停公开活动。白金汉宫无讲是倒一款癌症，敢若讲国王会继续处理国家的事务。这国家元首的宪法责任，伊嘛袂交出去。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得到癌症，对家己的治疗是真正面，并且希望赶紧恢复尽家己的责任。北京汉宫发声明讲，今年75岁国王自2月初5开始接受定期的治疗。伊是前一阵仔伫咧治疗裂婆腺肥大时阵发现着癌，不过并不是裂婆腺癌。医生建议伫咧治疗的期间暂停公开活动，不过会照常处理国家的事务。So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king to play his part in dealing with both approving an enormous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giving effect to various different instruments from government and through Parliament. So the king will get on with that perfectly happily. 北京汉宫讲，国王会公布家己的病情，是避免大家伫咧药，也希望大家对全世界受到癌症影响的患者有同理心。BBC 报道，国王的癌症是早期的阶段，首相苏纳克国会拢祝国王早日恢复，
美国总统拜登也对各方的病情表示关心加慰问。英国王室的成员最近身体拢无啥好，除非凯特一个腹肚动手术，即马人也搁伫咧休养。伊翁婿王位第一继承人威廉王子最近就请假顾囡仔，严过配合办事会主持授位仪式。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泰国总理赛塔和台湾台达电的高层见面，台达电打算未来4年要伫泰国投资157亿个台票，而且要设立研发中心，扩大制作电子产品，目标是要让泰国成做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大国。再来看美国这礼拜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举办经济会谈，讨论美中经济对全球经济整个的重要性。专家表示，美中恢复正式对话，会防止误解造成贸易对峙。来看美国南加州为测试下晡开始上大雨，唔但雨量是创下纪录，这崩山土石流害车路未通，更有居民的徛家互毁掉，造成财产的损失。镜头转来到国内，2018年桃园平镇的景平工厂大火，造成6个消防员甲2个义工过身。因为被告真多，和家属和解，而且有关上千万和消防英雄专号甲外籍劳工，所以这桃园地方法院是宣判讲，依照业务过失致死罪，判董事长等6个人3个月到8个月有期徒刑。不过检方是认为讲这判伤轻啊，要提起上诉。时间等到2018年4月底，桃园平镇景平工厂有一场大火，隆重夺走2名消防员甲2名义工的性命。董事长黄为金顶6岁主管洪振定方便行事，使用较会烧的材质风管，搁伫防火警精简违章建筑。桃园地院以业务过失致死罪处6个人有期徒刑3至8个月，缓刑2至3年不定。本院审酌被告6人犯后均坦诚犯行，并已与全部被害人之家属达成和解，而且已经赔偿完毕，犯后态度良好。针对景平大火判决，地检署是认为本案火灾并不是未当避免，是因为被告等专业经纪人长期疏忽公安，所以发生重大火灾。也公告过去类似案件宣告刑度99%达到7.5个月，相关刑度达到4年2个月。认为电院轻判有轻重之嫌，会依法提起上诉。造成8人不幸罹难的重大灾害，却法院只有判处3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及5万到50万元的公益金，显然失去比例原则的考量。针对于法院的判决，本局表示尊重，也尊重地检署上诉的职权。消防局对判决表示尊重，也过也呼吁依据内政部针对景平工厂火灾专案会专案报告，有关对地区为完整性违规扩建、占用防火隔离、甲制定排气风管材质、参定期清理等事项，建议确实执行，以降低人员防救灾风险。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晋鹏大火发生之后，晋鹏公司在111年的12月仍然有这个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记录。相关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也认为判决过轻，提醒景平应该伫劳工职业安全、甲工厂安全上做相关的改革，也公告为景平到平阳大火拢显出工厂防灾措施改革是袂当等，应该做相关法律修改。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高雄前镇有一个查某高中生被性侵，警方有抓到一个姓黄的嫌犯。不过法官是认为讲，警方的笔录有问题，证据嘛无够，所以一审判伊无罪，认为嫌犯可能是别人。不过检方表示，专案相关的证据拢认定这个查甫人有嫌疑，所以等收到判决书了后，会阁决定讲看敢要上诉。扣得的相关证物以及现场的扩大调阅监视器，使其黄嫌设有重嫌。
2当前女高中生要读册路中，互人掠去轻关，引起着社会关注。警方锁定黄姓男子，快速来宣告破案，专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只是男子伫咧检警侦办的时阵认罪，法院审判的时阵却坚持无做。法官嘛发现警方问案的时阵有讲着因若无认罪，厝内人会互牵连，会互拐起来等等恐吓的话，认为笔录的过程是远景引导，毋是嫌犯本身的意思，还佫有监视器翕到犯案的车辆，甲黄姓男子的车无完全共款。伊的外观、身形特征甲嫌犯嘛有落差，一审来判黄姓男子无罪。被告被查获一开始就始终否认犯案。当时被告有表示他想要请律师，但原警却忽视被告的请求。判决嘛显示，凶手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敢是抓唔到人，专案疑点真济。而针对着法官认为警方笔录有起角，警方目前也无回应。不过法界认为，这是因为已经违反着刑事诉讼法第98条的相关规定，才会认定这个自白的证据无够。本案是因为被告自白显然是因为警察的恫吓，不认罪，家人都会被带回，一定会被羁押、关起来等言论，而且包含机车的特征不同，手套没有 DNA 等，这种无法与事实相符。法官甲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无共款，高雄地检署回应会伫咧收到判决书了后，才来研究敢要上诉。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有风声讲，今年4月电池可能会起25%，民生用电用500度以上者可能会起电池。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电池敢要起，会交予审计委员会决定。去年4月台电起电价11%，也过去年台电累计了钱又元达到3820亿。有消息指出，台电建议争取今年度以无了钱为前提，电价建议起25%，民生用电可能会700度下修到500度起价，大约有300万家庭用户受冲击。希望台电是不是不要再这样亏损了？相关的政府补贴是一个我们第一个要去争取的。那至于电价的部分呢，后面的情形，电价审议委员会会去做详细的讨论。那电价传出起价，当然水价也强要起，因为台湾的水价已经我30年无起价。传出台水公司去年了我43亿，水利署回应水价确实有检讨的必要。未来建议调整结构，为今卖4级救援到67级，就是水用愈多，水费愈贵。那最后定案要由水价审议委员来确定，外界预期5日空了后才会决定。另外，针对国民党团近日提出核电厂延役修法，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恢复家园不是新主牌，核电安全才是新主牌。这个部分会尊重新民意声音。专家提醒，核电要延役，除了安全审查，用过的核电料储存问题，要审慎评估。永久性的干式储存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那势必就是放在核2厂或者核3厂内部，湿式的部分储存，核电厂内部储存池的部分已经相当的满了。如果以核厂来看的话，目前平均每一个池大概是放超过4800支的燃料棒，那几乎就是800吨以上的重量，所以是相当局限的。那这是未来如果核2、核3要延役的话，势必会遇到问题。新国会那也想要修法为核电厂延役改图，电源专家认为，除了要先突破现有法规限制，安全处理当地民众甲政府同意，佮检讨核电厂延役的安全性，最后佮通过核安会审查，恐惊毋是第一时间都会当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新年头、旧年尾，有一寡民众会去买福袋啊，也是去抽一环奖刺激的运气。不过台北市府去稽查，发现有15间一环奖业者，因无标示清楚，嘛无公布得奖纪律，所以规定业者爱伫30日以内爱改善。不过30日过，这过年就拢过煞，民众是质疑讲根本就无法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第一个是第一赏抽一张纸，掠开看顶头的大号，就通知影家己抽到啥物物件。袂少民众会抽一环奖来试手气，不过网络顶有侪民众讨论，一寡店头可能事先把大奖的签纸摕起来，致使民众抽无大奖。好，我们这边打开的是一致的。好，W9P 是会在套版背奖的后面，是，然后这里是在专属 ID，W9P4。民众通亲像安尼，确认签纸的 ID 甲海报的 ID 相同，来确保签纸无互人动过卡手。但是台北市府即阵抽查17间一环奖的店头，发现侪店头有问题，互民众无法度确认 ID。要充分揭露消费的资讯。15间查核后，我们发现
有相关的缺失，那经辅导后已有4间改善完毕。另外，民众过年也会伫超商、网络平台买福袋试手气，但是市府调查8间超商、网络平台业者，发现全部拢无合格。福袋上面它应该有告诉你说，第三方见证的资讯。中奖几率是多少？还有退换货。那我们这次查了4大超商，大概都多少有些瑕疵。这个时间点原则上就是只能要求他们进行改善。那如果没有，再就是说以未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应该要提前。法务局表示，根据台北市自治条例，内底是规定业者伫30天以内要改善，但是30天了后过年就煞，意思今年就算发现问题，也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要求业者遵守相关的规定，引起外界质疑。对此，法务局表示，未来会提早稽查，确保民众过年期间的消费权益。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做事人看天食饭，就要望天公伯保庇有好年冬。农业部就推出农产保险，要来减轻农民的压力。今年经少收入保险嘛增加4个保险的产区，要让农民伫咧农产收入受影响的时，有理赔会当保障因的生活。即摆倒来紧少就拢无效去啊。去年小犬风台扫过台湾南部风真透，云林的金蕉山区节节拢冻涨，像风台寒流这款天灾，也是产量上侪电视介绍崩盘，定会造成农民收入的损失。为着要减轻农民的压力，农业部扩大金蕉收入保险的试办范围，增加到13个县市、134个乡镇市区，要让农民伫咧农产的收入受影响的时，有理赔会当保障。比如说你这个所在这个。当年的这个收入，那敢若50万，你来投保60万，安每公顷就会当理赔10万块。农金署表示，每一个产区会根据产销的状况来定出保额。比如讲，高雄屏东理赔上悬的金额是60万，也若亲像云林启东最近有咧种介绍较悬的黄金蕉，理赔上济有到80万。另外，为着要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农业部嘛有补助保险费。农业部。对这个保费有补助50%，对这个那有机的也是产销履历的，即也是讲种植有3公顷以上，咱会当提高到60%。农金署表示，投保的资格除了爱是合法的农地，种植的面积上无嘛，就爱1分地以上，嘛提醒民众金蕉收入保险自2月初5开始申请到3月底尔，若有需要会当问各地农会相关的资讯。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台南的仁德运动公园在沙坡内底发现生生的铁片，民众嘛念讲，这游乐设施搭铁厝出日头的时，铁厝会变甲烧烫烫。另外，伫咧屏东嘛有囡仔伫咧万丹公园耍沙时，脚去插着物件，大空细里爱剃几粒针。家长选伫初5，平常时人较少的时阵，带囡仔来耍。顶礼拜六启用的台南仁德公园，煞发现公园刚才开放2天就封起来。新开幕想要来玩啊！后来有玩到吗？没有玩到，因为封锁线不能进去玩。原来公园的沙堆好亲像出现铁片、针尖的物件，原来有侵蚀无规则的物件，烦恼囡仔受伤，公所才紧急把公园封起来。会不会说比较担心还是怎么样？当然会啊，因为沙子其实看不太到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沙堆好亲像有针尖的物件，引起家长的紧张。也有民众即期一寡铁佗米拢用铁片搭建，囡仔若是坐小客，恐惊受伤，高温一拍也有可能烫着。那个确定不是刀片。那至于那黑黑的那个东西，我们想应该是那些石头比较属于沥青的石块的部分丢进来的。那有一些好像是铁屑的部分，那我想那个应该是他们怪手履带。户外的温度有时候有可能会高达37、38度哈，那这些不管是水泥地啊，或者是我们的铁材的部分，其实是会吸热的。阳光如果说真的很强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要进来使用。公所是讲，民众发现的物件不是刀啊，无伤人的疑虑，不过也是决定把这个3公分悬的沙堆全部扁扁的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再去囤倒转去。屏东原来有类似情形，进前有家长伫面册社群写文章讲，带11岁囡仔去万丹公园沙堆耍，刷踏着尖尖的物件，恰卡囡仔脚趾头吐着伤，还阁清甲舔伤口，互家长生气阁唔甘。在里面玩沙子被
沙子里面可能有潜在的危险的东西啦，哦，被割到了。家长委托面代发言，望政府重视囡仔游乐安全，县政府承诺会注重安全，并针对设施改善。沙堆部分后续原来请厂商定期翻涂维持清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都会公园有95公顷，因为分做2区无同时间开发，都民众反映讲，这1期甲2期实在差太济了。因认为这公园整个得爱重新规划。若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表示，因为2期的地本地是粪扫场，这土质都无适合去开发的，干那会当种树啊尔。下晡时啊，家长带小朋友来耍，嘛有民众散步运动，这是高雄都会公园1期的景象。连到来到2期公园遮，除了游戏场封掉，涂骹拢是叶啊。有民众怨叹两边的开发是差真济。来遮运动的民众认为，两边公园作用无共款，1期较适合囡仔佚佗，2期公园适合民众行路运动。2期我是感觉讲，它只要注重于有山坡啦、咧爬路啦、啥货，较注重咧运动安尼行安尼啦。两个功能我是感觉较无共款。因为会当加增加像即马较流行的共融式的公园。高雄都会公园拢总有95公顷，来分做1期甲2期。主管处表示，因为2期过去是粪扫场，涂骹底是一站土一站粪扫，拢总有900公吨的粪扫，但伊的边境落立1-2公分，并无适合开发，干来当种树啊美化环境。13当前了开发，到即马来讲吼，咱种起的树木吼有咧生长啊，但是伊的天然的条件就是讲无讲足好啊，所以目前看起来敢若两边有小可安尼无共吼，伊是其实是有伊的本身本身条件的无共。主管处表示，为着美化环境，公园2期的土地今年种1000丛的树啊，针对2期的环境甲风化游戏场，会加强清洁甲拆除。另外，公园会伫1期已经设置新的游戏区，按算6月就会完工。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教育部为111学年开始，甲本土语言列入国中甲高中的课程。不过，教育资源真悬，时数超过，而且有真侪学校到大拢找无适合的台语老师。原语来兼本土语在业的老师嘛讲，目前校内环境也是注重读册考试，要安怎结合学科甲台语，增加学生接触台语的机会，这挑战是真大。来看咱的专题报道。大家敢早，我来啊！我今日有过水无？日前鼓舞囡仔开嘴讲台语，教职人员孙丽晶昨才连续上7节本土语课。是有啦，伊有学会学。老师上的课真趣味，学了真侪课本以外的知识。学生是真介意，不过老师带头真重。有时啊会拄着甲老师代课一个，特别30节安尼。无较济，无定定有，按个有时啊拄着的安尼。捌一捆头，一个人负责全校600个学生囡仔的本土语课，而且一教就是1年。教职人员甲代理教师超重点的状况，比咱想的要搁较严重。福城国小伫咧高雄的市区，算是中型的小学啊。全校25班无专任的本土语教师，闽南语就是靠3位教职人员去教。也那国中、高中对111学年开始，本土语列入部定课程，嘛互现有的人力加无法。刚知影因币10块，剩的唔知影，伊就是甲人做伙，就会当去算出来。2年前，才拄通过闽南语 B2 认证的数学老师张浩胜，专工用台语教数学，就是希望升学为中的环境嘛有保持生存的空间。演变化这个部分，迄是不止啊严重，而且佫一寡同学伊国小这6档伊是毋捌学过台语的，一礼拜干那1节，可能咱要做这个补救的部分有淡薄仔困难。高雄国中国中1700位学生，就算全校11位在教老师，拢已经有 B2 认证，拢来兼教本土语，人力才勉强算有够。我观察这个高雄市。阁有做侪校其实无即个师资啦吼，当然有的校长就会要求讲阮无要上课，我就需要这种人所以
希望老师会当去考，啊有的老师就感觉讲我校长逼的啊，是互行政安尼逼讲我来考吼。人力无够，若看这几年报考教育部闽南语认证，还有B2通过人数拢创新高。不过真正投入本土语教学的在家老师，却无预期的多。慢慢出生率降低嘛，这些老师呢具备了多一个，能够教本土语，他的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加修闽南语做第2专长的在家老师，南部比中北部要搁较侪。像高师大3年来已经培训超过180位，不过本土语的政策受了伤过成功，教学品质要搁有教师人力的总观点，要需要教育部赶紧应用。记者阿明金罗维做高雄采访报道。来看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合唱班，邀请专业的老师教民众用合唱团方式唱台语歌。学员唔但学到无同的唱歌技巧，佮会当消透压力，趣味学台语。学生在老师的指挥做伙合唱，这是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台语歌唱班。学员分组负责不同的声部，用合唱团的方式练习。参加的学员表示，唱歌唔乃当消透压力，可以当学台语，趣味有意义。唱歌的时阵较少咧唱台语歌，若咧唱的足侪字，咱若拢唔知台语安怎讲。伫遮就会用学习到安尼。即届我来参加即个咱的台语语言的歌唱班，我会感觉讲，原来咱的台语嘛是遮尔水。唱歌对身体有帮助啊，所以大家唱啊真快乐。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基金会推广台语歌唱班已经10多年了，因为发现大家拢真介意唱歌，所以用歌来推广语言，反应袂歹。上重要就是希望咱家己本土的语言会当顾掉咧，会当去发展。其实大家拢知影，台语其实是真水，佮足有感情。用歌来推动是一种大家足欢喜，真好接受，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的。周清玉表示，推动合唱团这几年来，去袂少乡镇公演过，合唱团嘛愈少愈侪人。基金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同齐来唱歌，用台语交流小放伴。记者윤淑晴综合报道。台南埔仔店的花灯今年有1800趴，是这12年来数量上侪一届。这场灯会是民间主动发起的，希望会当甲英国庙口闹热的光景捡倒转来。青白拍五花十色的花灯挂起来水当当，这是和合作有东方美感的埔仔灯花。这参白摊足青艳的灯花比起来，才无显白的布置甲效果。这场灯花背后更加重要的是一份民间的力量。埔仔文史研究协会因摒式恢复庙宇文化的光彩。用灯花参表示做结合，唔但甲这颗伟爱的人靠我来，嘛提供大人囡仔一个创作的舞台。放入了那个台南在地的庙宇是普济殿，我想要让大家看到台南的美，参与画灯笼啊，那种沉浸式的学习啊，那希望就是孩子就算以后长大出国啊，有国际观，他还是会认同自己的文化。假如讲安尼拢是固定安尼彩绘呢，其实无共哦。今年就邀请到洪毅老师，咱邀请伊的作品，佮有含着 IFD 的迄个插画协会，因嘛来甲阮家一个空间甲布置起来。埔仔文史研究协会已经连续12档伫府城光彩上灯，详细看这灯，每一拍灯拢有伊想要讲的故事，嘛包含深深的愿望甲祝福。另外，庙埕嘛有传统艺人甲咖喱鱼的演出，甚至有一群人穿汉民族的传统衫来上灯，因望打造府城的传统文化。原则上，我们还有这个汉元素，来想要推广说，其实以前的服装也是我们汉人的传统服饰。台南第一间的王庙，所以这其实一个传承一个文化，所以逐档拢有真侪人来遮参观。这群少年人要守护在地文化，过程中嘛累积真侪快乐甲创意，要甲推向去世界。主办单位讲，展期到3月初9，就要因来选400趴花灯，提起东京做展出。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中国的产业是真竞争，有不少少年人因为压力上大，困袂落眠。
即马都有一种困眠经济课程是真实行，用声音治疗的方式，互学员开钱上课，会当去困一醒，真舒适。伫厝内一声搁一声无共音频的颂钵声一直在响，查甫查某都伫地板真平静咧困。这是中国少年族群之间最近开始流行的疗愈困眠课程，利用颂钵手碟顶会发出柔和，也是像大自然的白噪音声音的器具，产生疗愈心情的感受，互听到声音的人会当放松身心，进入困眠。受到生活甲工作压力的影响，中国有不少劳工睡眠品质差，大约有3亿人口有失眠的困扰。高压文化，互愈来愈侪人毋茫会当好好困一下，所以出现这种声音疗愈课程，互少年族群选择开钱，互家己好好倒病困去。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忙或者是焦虑的问题，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然后但是早上起来7点就得爬起来去上班。因为平时工作这个状态很紧，我也没有午休啊。或者说有时候周末也会加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睡眠长期就不是很好。中国婚姻做生意，为要好好困一下，为心理咨询到精油疗法隆重试过，煞有关，互伊无法度安心入眠，一直到找到上适合家己的困眠方式，就是声音疗愈课程。这种课程除了颂钵手碟，也阁有护声棒、低音大楼等器具，会当营造出互身心感受平和气氛，互消费者进入短暂的困眠。50分钟的课程，要180块人民票，相当大票780块左右。再来一次，大大的伸展，深深的吸气，脚向远蹬。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费用去疗愈我们的情绪，可能花在医院上，它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中国的国家健康培培署指出，中国的资讯科技产业竞争激烈，是中国劳工得到抑郁症甲焦虑症比例上悬的产业之一。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了后 ，WHO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疫情第1年都造成全球人口抑郁甲焦虑案例增加25%，也是中国困眠经济的需求一直增长，也互放松的幸福感甲快乐，亲像变做生活中另类的奢侈品。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美食脱逃这款游戏有真侪少年人拢加以耍。来看西班牙有一间公司推出这款现场的游戏，来参加的民众爱伫时间内底用味菜为美食观察内底脱逃，若无可能会去互带起来。一个人被锁伫咧棺材内面，面头前有真侪味，你爱家解开，也毋过有限定时间，30分钟内就要赶紧走出来。西班牙游戏公司所设的这款实景游戏《强自证》，互参加的人体验死亡边缘，紧张过刺激。Dentro del ataúd da un poco de cosita, porque bueno, hay cosas que no te esperas, que a lo mejor te asustan un poco, entonces de repente es como, ¿qué está pasando, no? Y aparte... 这个游戏的灵感是来自美国恐怖小说家艾伦坡的作品《活台》，以强自症患者，互人错误认为就是已经死亡，或者是高早时阵医学较无发达，造成一寡病人被活台进行做主要设定。两个人一组，一人倒一脚观察，用内面的放送器互相沟通，两个人配合才有法度走出来。We had to like scream at each other because I could hear her on the other side. 参加的人也当伫咧算进前就先决定，若是逃脱失败，要安怎办理的后事，用倒一种观察，敢要火化，算起来更加真像是真的。Y aparte estás recreando una situación que tarde o temprano viviremos todos. Vives tu propio entierro. It's actually a very unknown feeling because I've never had to do it before, having to select how I want my funeral. 敢若是对感视器画面，就能感受到伫咧算的时阵，强要死亡的这种刺激。假使这种题材定定出现伫咧电视、电影甲小说内面，这嘛是民众家己亲身去体验，是有无同款的恐怖滋味。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
中部地区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6度到27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外岛地区9度到19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